全港而家有大約11萬間劏房，當中唔少環境惡劣，容易引發火警同埋家居意外。政府咁多年嚟都有心取締，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，經過近1年研究同埋提交報告，協助當局早前定出新嘅標準。日後所有分間出租嘅房間面積唔能夠細過8平方米，即係大約86尺，而且一定要有窗同埋獨立廁所。達唔到呢個標準嘅會被執法取締，剩低合格或者改裝達標嘅，要經過認可人士檢查同埋認證之後，先至可以註冊為簡樸房繼續出租。對於新嘅政策，坊間都有唔少睇法。有人認為標準車位面積都有130尺，住人嘅簡樸房唔應該細過車位。亦都有意見認為要顧及劏房戶嘅荷包，即係面積下限要細一啲，佢哋先負擔到比較平嘅租金。究竟劃線嘅背後有啲咩考慮呢？劏房而家嘅所謂嘅面積嘅中位數咧係11平方米，合理嘅生活空間當然係越大越好啦。如果你做到個標準高啲，咁你可能牽涉緊可能係3、4成或者4成以上嘅劏房戶咧，其實你嗰個控制或者係處理咧就可能好複雜。咁可能喺一個最基本嘅環境之下，定一個嘅8米咧，從一個務實可以執行嘅角度去睇啦，一個妥協嚟嘅。咁另外其他嗰啲嘅標準咧，廚廁分離，我哋不嬲都要講咧，有獨立嘅廁所啊。如果唔係你攬住個我哋叫馬桶瞓覺，就即係好惡劣嘅。咁所以咧亦都考慮環境衞生，咁啊我哋嘅所謂嘅傳染病嘅問題啊，我哋都考慮埋有一個起碼一個洗菜嘅星盤喺廁所以外嘅空間。但係如果你要明火煮食，可能要揀一個廚房啦，咁咧有一定嘅防火嘅分隔。咁呢啲咧，我諗而家喺呢個細節上可能就會慢慢推敲咯。而家一般住宅嘅窗門標準，假設房間或者客廳有100尺，就一定要有1/16，即係大約6尺闊係能夠打開嘅窗，亦都要有10尺闊係採光玻璃。不過呢套標準暫時就未必能夠套用喺簡樸房上面。理想，不過唔係好實際。尤其是我哋見到而家好多唐樓咧，你對街可能隔到2間房，但係對後邊側邊嘅啫，你根本冇咁多窗嘅。所以基本上咧，你好難跟到個標準㗎啦，就要有一啲妥協嘅，尺頂闊嘅，有翻3、4尺高嘅，咁你都已經係一個有合理通風嘅，安全係最重要考慮。咁所以你加唔到其他啲複雜嘅，但係加到個警報器，因為分間咗幾個單位之後咧，各自各佢都可能煮飯煮食。咁如果個別嘅單位出事咧，大家會知道喺個細空間裏邊都走得快。往後希望個公營房屋嘅供應多啲，咁我再改善呢啲所謂分間單位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循序漸進啦。但已經有劏房租客反映，業主話要籌集改裝費而準備加租，直接將改裝成本轉嫁落租客身上。如果任由市場調節，簡樸房冇租金管制，會唔會加重低收入租戶嘅生活壓力呢？其實而家營運緊劏房嘅，我諗之前都一段時間，有啲可能已經賺咗好多錢添。咁所以要做呢個達標嘅簡樸房咧，咁啊要付出少少成本係合理嘅。咁你話會唔會啲業主或者營運者要加翻租去補償咧？嗱，咁我覺得仲要睇埋個市場啦。其實佢個時間而家都唔係話明天就執法嘅，仲要立法所謂嘅寬限期。有一段時間咧，就係等政府嘅一啲嘅，譬如公營房屋或者係啲我哋要簡約公屋，甚至乎過渡性房屋。係有個合理嘅供應，做到呢個騰空嘅作用啊！我相信其實個需求咧，可能冇而家咁迫切，都未定。我哋都唔好忘記，其實啲舊樓咧本身佢原有嘅租金咧，越遲就越唔值錢㗎啦，應該係啊，因為佢哋環境係差，佢都要付出去做維修。咁我覺得呢個都好多營運者都要平衡下。你與其收到多少少，都好過完全冇乜點樣收到入息。將來業主如果放租唔達標嘅單位，就要負上刑事責任。何巨業估計，全港11萬間劏房入邊，大約3至到4萬間受新標準影響，會過渡為簡樸房。不過最終成效係點，都要視乎當局執法係咪有阻嚇力。可能原本一個原有單位6、7個劏房變咗做可能3、4個劏房咁樣，我諗真係要去做咧，都係講緊個罰則啦。我相信啦，罰款就一定係㗎啦。不過問題就係會唔會有啲個別嘅個案，可能係明顯地佢係即係藐視緊呢個法律嘅要求，同埋漠視緊呢個住客嘅安全衞生嘅基本需要咧。咁可能去到嗰啲可能會需要係監禁都未定嘅。你第一次可能個唔需要你坐監，但係問題你經營好多嘅，你持續去干犯緊嘅冇改善，咁可能呢個嘢足夠力度做下嚟。
由於立法需時，連埋寬限期，由而家去到正式執法取締劏房，估計仲有大約4年時間，中間嘅空檔亦都可能會被利用。我哋小心一樣嘢，因為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係現有經營緊或者出租緊嘅劏房咧，就有呢啲所謂嘅登記再加埋寬限期。咁但係問題個法例未實施或者政府未執法，呢個階段咧會唔會有即時有人做新嘅劏房？咁我哋就要想，可能呢個位咧就要思考下點可以盡量減少而家行入嚟做劏房，需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所謂嘅凍結調查，因為而家根本最難係掌握唔到嗰啲嘅現有劏房嘅戶數啦、位置啦，反而呢個位置需要做啲功夫。佢又贊成劏房戶嘅身份要同公屋輪候資格分開，唔能夠享有特快上樓嘅捷徑，否則就只會鼓勵市民繼續搬入劏房入邊。